相信大家都睇到張繼聰最新嘅電影《金童》嘅海報，睇下佢，哇，幾 Jack， 全身都係肌肉，由 bulking face 去到 cutting face， 再變為一個拳手 ，respect。嗱，首先我戴咗頭盔先啦，我唔係睇晒張繼聰所有嘅電影或者電視劇，但係因為《金童》呢出電影，我就睇咗佢起碼有5個唔同嘅訪問，非常之好，非常之感人。我今日要分享下點樣去藉着金童或者張繼聰呢個 mindset 去幫助運動員去努力去訓練。首先，所有運動啊，唔係淨係健美啊，包括 rowing、rugby、足球、籃球，乜嘢都好。其實你一定要付出，你唔知道個結果係點樣嘅，但係你一定要去付出，唔好求回報，唔好求名利。尤其是你喺香港做運動員，你一定要付出。你一定要 enjoy 呢個運動，唔好計較任何嘢，咁你就會 enjoy。無論係金像獎又好，係亞運或者奧運嘅獎牌又好，我哋起上去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我哋控制唔到嘅。你只要控制到嘅就係每一日嘅訓練嘅質素。張繼聰都講到嘅，佢夜晚收工，再要去做訓練，再要去踩機，其實真係好攰好攰嘅。但係佢唔理，行多一步多一步。因為佢知道，只要行多一步嘅話，佢就行近終點近一步。作為一個電影人又好，運動員又好，其實你嘅投資係好大，包括金錢同埋時間。同一時間你要學識犧牲，犧牲啲咩啊？去玩嘅時間啦，去夜晚煲劇嘅時間啦。人哋去玩，你就去踩機；人哋繼續煲劇嘅時候，你就選擇瞓覺。我最認同阿張繼聰咁講嘅，人生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困難。大家都經歷過嘅，當你經歷咗一個大嘅困難之後呢，仲有一個更大嘅困難等緊你。人生就係充滿難關，避無可避。總之個上天呢，唔會俾你呢悠哉悠哉，因為只有困難令到你進步。你過到呢一關嘅話，你會更加強大。好似張繼聰咁講，人生就好似電影一樣嘅，一定係峰迴路轉嘅，就一定唔會係王子公主結咗婚之後呢，就好幸福美滿生活嘅，唔會嘅。人生唔係童話故仔，一定會起起跌跌。最緊要嘅就係千祈唔好覺得個天玩緊你，其實係訓練緊我哋。假如你話好中意運動嘅，例如你好中意舉重，你好中意健美，好中意劍擊，好中意游水，諸如此類。但係當你去到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無法進步嘅時候，面對逆境嘅時候，比賽輸咗嘅時候，你能唔能夠繼續走落去呢？如果你能夠走落去嘅話，你就真係中意呢個運動。只要你對呢個運動有 passion 嘅話，你就會點樣都會咬實牙根，攣埋落去。張繼聰話：人生呢就好似呢個上天俾一個禮物你，但係有一個好核突嘅花紙包住。咁你慢慢搣下搣下搣下，哇！但係你一定要用一個樂觀嘅心態去拆開份禮物。你越拆越覺得哇正嘅一份禮物。你回顧翻以前嗰個經歷嘅嘢，你覺得哇好苦。其實原來冇咗呢個經歷，你就唔會有今日嘅你。所以一定要保持樂觀嘅性格去面對你嘅逆境。算你幾唔中意都好，忍咗去，食咗去，捱過去。最後一點，對於運動員係非常之重要嘅，就係教練同我張繼聰咁講嘅話，你只要呢一鋪你就會贏。最重要就係你之前點樣去部署，你可能部署咗10000步先去到呢一點，你冇呢10000步，你就冇呢一個成功嘅機會。成功唔係突然間嚟嘅，點樣去部署，點樣去準備好自己，呢個先係最重要。